各位朋友，最近呢幾日咧，港股終於迎嚟咗大爆發。7月8號，恒指單日大升2.99%，恒生科技指數更加狂飆近5個點啊！阿里升13%，小米、聯想、快手盤中升幅一度接近10%，連大藍籌嘅騰訊、美團都升過咗3個點啊！呢種級數嘅升幅絕對唔係散戶或者游資可以跟風炒得起嘅，而係北水加埋國際資本瘋狂掃貨嘅結果。咁點解佢哋偏偏喺呢個 moment 出手呢？過去幾年俾人踩到一文不值嘅中國互聯網巨頭，點解突然之間又變翻資金追捧嘅對象呢？ Hi， 大家好，我係 Austin。今日呢條片我會帶大家深入拆解下呢次港股大升嘅真相。第一，呢輪港股科技股大升嘅背後，人行到底釋放咗乜嘢嘅政策信號，成為今次資本掃貨嘅催化劑呢？第二，點解市場開始重新 focus 翻喺騰訊啦、阿里啦、美團呢啲老牌嘅科技公司呢？第三，如果 AI 進入應用兌現階段，港股入面邊啲公司可以成為下一階段嘅贏家呢？最後，我亦都會結合估值啦、基本面啦，同埋風險，話俾你哋知。而家呢個位，港股科技股到底係真機會啊，定係一次短線嘅炒作呢？如果你唔想喺呢一輪港股歷史嘅紅利當中被洗牌出局，接住落嚟嘅分析，你一定要聽到最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廢話少講，我哋直接開始。如果淨係睇大市升跌，你可能會覺得呢次係一次超跌反彈，同以前可能冇咩分別。但係結合翻具體嘅資金流向，以及大升前一日，即係7月7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貨幣峰會上面公開嘅發言，你會發現今次嘅大升絕對唔係普通嘅反彈。先睇資金，7月3號，南向資金全日淨買入45.38億港元，而到咗7月7號，南向資金繼續掃貨大型科技股，其中騰訊淨買入23.25億港元，美團淨買入12.41億，阿里淨買入9.18億。成為當日南向資金買入嘅頭3名，呢個數據好關鍵啊！因為佢講明咗資金唔係無差別咁樣去買港股，而係集中火力嘅買入，流動性最好、商業模式最成熟、股價壓得最殘嘅核心科技資產。如果只係短炒，資金通常會揾啲細價股啦、高彈性啦、概念股啦。但今次資金優先數嘅係騰訊、阿里、美團。呢啲代表咗市場交易嘅唔係1兩日嘅貨仔，而係對核心資產重新定價嘅預期。喺資本市場入面，價格上升同成交放量代表嘅係唔係少量資金推動，而係越嚟越多嘅資金開始接受新嘅市場邏輯。講完資金，接住落嚟，我哋講下今次大升最直接嘅催化劑。人行行長潘功勝喺峰會上面到底講咗啲乜嘢？主要有3點。第一，擴大債券南向通嘅規模，年度投資淨額度由5000億大幅提升到8000億。第二，繼續提高外匯儲備喺香港配置嘅比例。第三，支持更多嘅優質企業嚟香港上市發債。好多投資者睇到呢度就會拗晒頭啦。等等先，啲政策講嘅係債券啦、人民幣啦、金融基礎設施啦，點解第二日升得最勁嘅反而係阿里啊、小米啊、騰訊啊同埋美團呢？因為資本市場睇嘅唔係政策嘅表面，而係政策背後嘅資金傳導。喺過去幾年，香港更多承擔嘅係企業融資嘅平台，而喺未來，如果香港嘅金融基礎設施持續完善，資金流動效率提高，風險管理工具增加，佢對全球長期資本嘅吸引力就會大增。換句話講，市場開始重新交易一個邏輯，香港可能唔單止係一個股票市場，而係一個重新變翻連接內地同全球資本嘅重要金融樞紐。而當資金重新流翻香港，佢第一時間揾嘅一定係嗰啲全球競爭力最強、流動性最好、估值長期被打壓嘅核心資產。阿里、騰訊、美團自然就成為最佳選擇啦。呢個當然唔單止係因為佢哋平，更重要嘅係市場開始重新發現呢啲中國嘅科技巨頭可能喺呢個 AI 時代迎嚟第二次嘅價值重估。過去幾年，市場點睇騰訊、阿里、美團？好簡單啦，騰訊大家睇到嘅咪遊戲同廣告咯，阿里大家睇到嘅咪網購咯，美團大家睇到咪叫外賣啦。之所以市場俾佢哋嘅估值越嚟越低，係因為投資者覺得互聯網黃金嘅時代已經結束咗啦，用戶增長見頂，流量紅利消失，本來可以想象嘅空間就非常之有限啦。但係喺 AI 出現之後呢，市場開始重新問一個問題：呢啲公司嘅核心價值係咪真係淨係得業務本身呢？
定係佢哋手上揸住嘅係數據啦、用戶啦、商業場景，先至係 AI 時代最稀缺嘅資產。下面我逐一同大家拆解一下 AI 時代可能受惠嘅典型公司代表。第一間騰訊，過去市場俾騰訊嘅標籤係遊戲公司啦，但係而家嘅投資者已經覺得唔單止係遊戲收入，而係 WeChat 呢個生態可唔可以成為 AI 時代嘅超級入口呢？點解？因為 AI 時代最大嘅競爭唔係邊個嘅模型參數最多，而係邊個擁有最真實嘅用戶同埋商業場景。騰訊手握 WeChat 啦、支付啦、遊戲啦、廣告啦、企業服務呢啲全部都係 AI 商業化嘅重要入口。例如廣告啊，喺過去廣告系統靠推演算法推薦，未來 AI 可以進一步理解用戶需求，自動生成內容，優化投放效率。如果 AI 可以提升到廣告嘅 ROI， 騰訊嘅廣告業務嘅價值可能會俾市場重新評估。呢一點喺 Meta 同 Google 身上已經認證咗啦。又例如 WeChat 啦，如果未來 AI agent 進入咗 WeChat 嘅生態，用戶可能透過 AI 完成搜索啦、shopping 啦、生活服務啦、辦公啦，咁 WeChat 嘅價值就唔單止係一個社交工具，而係一個可能成為中國最大嘅 AI 應用入口。第二間阿里，阿里嘅轉變就更加明顯啦。過去市場俾阿里嘅定位係電商平台，但喺 AI 時代，投資者開始關注阿里雲，因為 AI 最大嘅機會之一就係企業 AI 基礎設施。企業部署 AI 需要模型訓練啦、雲端計算啦、數據處理啦、AI 應用部署啦，而阿里有齊電商數據、企業客戶、雲基礎設施，所以市場正喺度由阿里係一間電商公司切換到阿里可能係中國 AI 基礎設施嘅重要玩家，而呢一點正正係阿里對標 Amazon。第三間美團，美團嘅邏輯又有少少唔同。佢最大嘅資產唔係外賣啊，而係中國最大嘅本地生活數據。每日海量嘅訂單啦、消費者嘅需求啦、商家嘅庫存啦、車手嘅派送路線啦、價格變化啦，呢啲數據全部都係 AI 最重要嘅訓練場景。未來 AI 提升嘅可能唔係簡單嘅效率，而係成個本地生活嘅商業模式啊。例如智能推薦啦、自動調度啦、商業營運啦，同埋無人配送。所以市場重新發現，美團唔係一間簡單嘅外賣公司，而係一張覆蓋全中國城市生活嘅 AI 商業場景。但係淨係得個 AI 故事，仲未足以解釋點解而家先爆發。因為呢啲邏輯喺舊年都有啦。真正推動今次行情加速嘅，仲有另一個重要嘅變化，就係資金環境變緊。頭先我哋講過，潘行長喺峰會上面釋放咗重要嘅信號。呢個政策對科技股最大嘅意義係咩？好多人第一反應，咁呢個唔係債券政策咩？咁同騰訊啊、阿里啊有咩關係呢？但資本市場睇嘅唔係表面，而係資金環境嘅變化。簡單理解啊，過去幾年港股科技股最大嘅折價之一就係流動性折價。好多全球嘅機構中意中國資產啦，但擔心買咗又流動性唔夠喎，風險好難管理。而南向額度嘅提升、外匯儲備嘅增加都會提高香港嘅資產配置能力。本質上就係喺度增強緊香港成個市場嘅資金承載。當一個市場資金充足、流動性好、國際機構參與度高，最先受惠嘅一定係嗰啲規模大、流動性好、代表性強嘅核心資產。呢一點就係點解呢輪行情裏邊咧，阿里、騰訊、美團成為咗資金嘅首選。雖然 AI 重估呢個邏輯成立下，資金環境亦都改咗，咁但係呢度仲有個好重要嘅問題：騰訊、阿里、美團係咪真係可以將 AI 變成利潤呢？定係市場只不過係提早炒作咗一個新嘅故仔呢？接住落嚟，我哋進入真正決定呢次行情嘅部分，用業績同埋數據去驗證 AI 到底有冇改變呢啲公司嘅盈利能力。投資市場有一個最重要嘅規律，故事只可以推動短期股價，利潤先係決定長期估值。所以接落嚟，我哋唔講故事，直接睇數據。AI 到底有冇開始改變呢啲公司嘅經營狀況呢？先睇騰訊啦。騰訊最大嘅特點唔係佢有一個大模型，而係佢擁有中國最大嘅互聯網生態之一。2026年第一季，騰訊錄得營收1964.6億元，年增9%。Long Gap 淨利潤679.1億元，年增11%。呢兩個數據本身雖然就唔係好驚豔啊，但係市場更關注嘅係重點係咩呢？係過去投資者睇騰訊主要係遊戲增長，而而家關注嘅係 AI 點樣提升廣告、遊戲同埋企業服務。例如廣告業務啊，過去廣告收入增長嘅係更多嘅用戶、更大嘅流量，而 AI 出現之後咧，核心嘅變化係同一班用戶可唔可以創造到更高嘅價值呢？ AI 可以自動生成廣告素材，更加精準咁匹配到消費者，提升廣告嘅轉化效率。而呢個又意味住騰訊廣告業務未來嘅增長唔一定係需要用戶增長。
另外，騰訊正喺度推進緊自己嘅 AI Agent 嘅大模型生態，用 AI 去提升現有嘅商業帝國嘅效率。如果話騰訊嘅 AI 係賦能現有生態，咁阿里嘅邏輯就更加直接啦。AI 正喺度改變緊雲計算業務，過去市場俾阿里嘅估值主要就睇電商啦，但而家阿里雲重新成為定價嘅核心。最新財報顯示，阿里雲外部商業化嘅收入增長明顯啊 ！AI 相關嘅產品收入佔外部雲嘅收入比例已經超過30%，成為雲業務增長嘅重要引擎。咁到底代表啲咩呢？以前雲計算只係基礎設施業務，而家 AI 正喺度提高雲計算嘅價值。點解？因為企業部署 AI 唔係淨係需要一個模型，而係需要算力啦、雲平台啦、數據處理啦，同埋企業應用。而呢啲咧，正正係阿里雲嘅強項啊！所以市場睇阿里嘅邏輯已經變咗啦。以前係擔心電商增長如果放緩了會點算，而家係期待 AI 雲會唔會成為新嘅增長曲線。呢個亦都係點解市場重新肯俾阿里更高嘅估值。美團嘅邏輯同騰訊、阿里又唔同啊！佢最大嘅價值唔係模型，而係一個覆蓋中國城市生活嘅龐大運營網絡。美團過去幾年最大嘅壓力唔係增長，而係利潤。尤其係外賣戰爭，搞到成個市場擔心未來嘅利潤空間越嚟越窄。但最新財報釋放咗一個重要嘅信號：2026年嘅第一季，美團收入910億元，年增長5.6%，經營虧損由上一季嘅161億元大幅收窄到65億元，其中核心本地商業經營虧損由100億大幅跌到落去20億。咁即係話，市場開始睇到美團最大嘅優勢，唔單純係燒錢搶客，而係佢擁有極強嘅營運效率。AI 進一步強化咗呢個優勢。舉個例子啊，喺消費者端 ，AI 助手幫用戶做決定；喺商家端，智能掌櫃幫商家做生意；而喺配送端 ，AI 優化路線同埋調度。美團正喺度嘗試緊 AI 應用到成個本地生活入面。如果成功咗，佢提升嘅唔係一個產品，係成套嘅商業效率。調翻轉頭睇啊，點解市場重新開始掃貨騰訊、阿里、美團？因為投資嘅邏輯已經變咗啦。過去嘅市場要問互聯網仲有冇得增長，而家嘅市場係要問 AI 可唔可以令呢個超級平台重新提高增長同埋利潤呢？呢個亦都係點解同樣係 AI， 美國市場買嘅係 Microsoft、Meta、Google。而中國市場開始重新關注騰訊啦、阿里啦同埋美團，正因為 AI 真正嘅價值最終唔會停留喺模型同參數，而係會體現喺收入增長啦、利潤率提升啦同埋商業效率嘅改善。經過頭先咁多嘅分析下，我哋已經睇到呢輪港股科技股嘅大升並唔係單純咁因為市場好轉啊，而係背後有資金回流啦、政策環境改善啦、重構 AI 估值啦、基本面改善等等因素。但係投資最緊要嘅問題永遠都係過去發生咩事唔重要。重要嘅係而家呢個位仲有冇投資價值？因為好多投資者都會迷茫。如果幾年前買落呢啲科技股，可能已經跌咗一輪啦，而家終於反彈起身啦。咁但係如果呢次只係死貓反彈，遲啲會唔會又跌翻落去呢？咁我哋要從3個角度去判斷下。第一個，估值角度，港股科技股而家貴唔貴呢？先睇成個市場。雖然恒生科技指數最近反彈得幾靚仔，但從估值嚟睇呢，佢依然係處於估值偏低嘅水平。目前恒科 PE 大概係22倍左右，對比納指接近30倍以上嘅 PE， 依然係有明顯嘅折價。更重要嘅係核心公司嘅估值並冇翻到之前嘅高位，例如騰訊啦、阿里啦、美團啦、小米啦，經過幾年之後嘅調整市場而家俾佢哋嘅定價依然係接近價值股嘅水平。呢輪上升目前睇嘅更似係咩呢？估值收復，而唔係瘋狂嘅泡沫。簡單理解下，如果一間公司業績跌但股價升，咁可能只係炒作；但如果公司基本面改善咗，同時估值依然低，咁上升嘅空間可能仲未完。第二，基本面嘅角度，未來靠乜嘢升？價值低唔係一個買入嘅理由，因為市場永遠有平嘅股票。真正重要嘅係咩呢？係未來有冇新嘅增長。而港股科技股最大嘅變化就係 AI 可能會帶來第二增長曲線，比如騰訊啦。未來 AI 有冇可能提升廣告效率呢？ WeChat AI 入口有冇可能形成新嘅商業價值呢？阿里核心睇 AI 雲業務可唔可以持續咁高速增長？如果雲業務由成本中心變成咗利潤增長嘅引擎，市場嘅估值咪重新提升啦。咁比如睇翻美團啦，核心競爭力有冇得到緩解？ AI 有冇進一步提升運營效率？所以未來決定股價嘅唔係 AI 呢個股仔講得有幾咁好聽，而係未來幾個季度裏邊呢啲指標有冇兌現。第三，風險角度，點解唔可以麻木咁樂觀呢？當然啦，呢輪行情梗係唔係冇風險啦。風險一，AI 商業化嘅速度可能低於預期。
而家市場已經開始交易 AI 嘅價值，但如果收入跟唔上，估值就會有可能重新洗牌。風險二，政策嘅流動性改善唔等於所有公司都會升嚇，資金只會揀嗰啲真正有價值、有競爭力嘅公司。風險三，港股長期最大嘅問題係宏觀環境嘅變化，包括中國經濟嘅恢復速度啦、消費者嘅需求啦、全球資金風險偏好，呢啲全部都會影響估值水平。所以我嘅判斷係呢次唔係一次簡單嘅港股全面牛市，而係更加似市場由過去幾年嘅悲觀定價進入重新篩選嘅階段。未來港股科技股唔會雞犬升天，而係會出現明顯嘅分化。真正值得關注嘅係第一類擁有龐大用戶基礎同埋商業生態嘅平台型公司啦，比如頭先講到嘅騰訊、阿里啊。第二類可以透過 AI 提高經營效率同埋應用嘅公司，比如美團啦。第三類高彈性嘅 AI 概念公司，水位更高，但亦都風險更高。所以如果問我而家港股科技股到底係機會啦，定係短期炒作？我嘅答案一定係機會係真實存在嘅，但機會已經由買起成個科技股而變成咗揀 AI 時代真正嘅贏家。免責聲明：以上分析基於公開市場資訊整理，純粹代表個人睇法，充滿主觀性，絕對唔可以作為具體嘅投資建議。市場有風險，交易需謹慎。如果你中意呢種為你深入分析板塊同埋個股發掘投資機會嘅內容，記得俾我哋一個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頻道。我係 Austin，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